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是粉酸。咱之前有一个专题吼，讲到三奇物质，咱刚才有讲到一项物件，就讲吼，迄个有心的查某人，有当时啊，伊会拄到一寡问题，可能讲吼，这项物件敢会当食，这个物件敢袂当食。嘿啦，拢会真烦恼啦，想讲爱安怎照顾囡仔，安尼囡仔才会熬大汉。对，啊，伫较早迄个时代吼，人讲叫你食啥，你就食啥。对啦，像我这种的，拢是垃圾食，垃圾大啦。啊，一寡偏方啦，譬如讲吼，这是药啊，倒去转来食，啊，无想袂到食这大老体。真诶啊，你毋通黑白去相信这个偏方。对啊，毋过即摆网络真发达啊。佫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吼，网络资讯遮尔济，你敢知影网络的资讯是真正的答案？因为即摆会当用网络的人其实是真济啦，毋管啥物年纪的人，全部拢会当用。所以就造成讲，有一寡人啊，伊真正想要找一寡正确的物件的时阵，就无一定会当找到正确。所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所有的人吼，真正爱了解讲吼，专业的知识，譬如讲你今仔日要问医生什么问题，这种专业的知识吼，毋是你凊彩找几个资料，你就当知影。专业物件就是爱请教医生。而且之前我阁有伫网络顶看过一寡资讯，像有的人就会讲，有心敢会当啉咖啡，或者是啉可乐，就讲啉咖啡、啉可乐，皮肤会变黑。囡仔出生是食金龟、红菜头，皮肤就会变黑。不过这个物件是安怎袂使食，就是会感觉足奇怪的。我感觉拢会使啦，尽量食。也毋过吼，有一寡物件真正毋通食，薄薰你食薰毋通啦，食酒真正袂使啦。啊，你也是一般的食时候，其实拢袂影响到伤侪。可能吼，有的人吼问这个问题啦，可能就是要问一个心安的啊。对啦。你明明知影一定是袂当食薰啦，一定是袂当食酒啦。一般的人吼，你只要去想吼，其实这个问题，逐个人拢会捌想过。啊，有的医生吼一定拢甲答案吼写伫个面册顶悬，你去查一下，其实就有啊。对啊，像进前啊，伫网络顶啊，都是有一位妇产科的医生，周依玲医生，伊就会定定伫伊的面册啊，分享一寡有心的时阵，可能会拄到啥物款的困境。啊，毋过也是有真侪人哦，拢无去看，啊，就直接甲问。伊可能吼，就是伫面册顶悬吼，是啊找医生2字，啊找着哦，这是妇产科，多好多好，直接输信，全物拢无看。遮的网友啊，有一寡人因的态度是真无好的，就是因为因咧问的问题已经是人有讲过的，结果伊阁用迄种啊，你是医生，你哪会无爱甲我应的迄种态度咧甲问。其实吼，我若是迄个医生吼，我真正的心情足袂爽。第一就是讲吼，我物件拢写伫网络顶悬，飞落去下骹你就看有啊，你为啥物不爱飞？嘿啦，其实我感觉网络因为伤发达，所以颠倒会造成2种问题。头一个就是讲，有一寡人伊可能就会做即种华语来讲的迄种伸手牌，就是伊啥物家己拢无爱找哦，就是直接去甲问。另外，阁有第2种，就是像你头拄仔讲的，就是你已经咧甲问问题啊，别人其实无义务爱甲你应。嘿，啊有一寡人就会感觉讲，啊你是医生啊，你就爱真有耐心甲我应啊。其实医生吼，伊毋是无想要回答你的问题，伊应该是讲吼，伊无现场看到你，就算讲伊有当时现场看到，伊嘛是爱叫你先去照一个啥物 X 光啊，叫去先做一个检查，迄数字出来，伊较知影讲吼，你的身体状况即嘛是安怎。像你头拄仔讲到的，就是有一寡人，就是可能比如讲皮肤出问题，或者是倒位无爽快，就敢若伫网络顶拍几个字，就想要问医生讲，啊我这镜头是安怎，或者是讲迄几张相片，就想要医生看这张相片，就甲你讲你到底是出啥物问题。我就安尼，你就回我一个，你是会落一块吧？我来讲，这专业知识吼，人是为大学，都是爱读7年啊，对啊，一个一个慢慢学来。你一个就要想要讲偷客去，那有这么简单的代志，你也真正要问，你毋就先红钱？是因为即摆网络方便，有一寡医生人足好诶，伊伫网络顶悬会回答你的问题，也毋过吼，伊毋是一定爱回答你的问题。对啦。啊，第二就是你爱态度好，工少问你毋通用理所当然这种态度去面对这个医生。对啊，你真正袂爽的呢，春秋败哦，就是头讲春秋败哦。好啦，咱脾气发泄了，吼，后回这时间继续看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